过去的吼，拢已经是全靠以上的后亲吼，所以吼，咱求道了后，请靠了后，开始就是爱好修道吼，修道就是咧修咱一条心吼，咱这心吼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迄心无把事啊，拢伫内底，无免做了发脾气啦，对念就安尼，会贪念出来啦。